Hello，早 Hello。咁啊，今日好開心啦，因為點解咧？就想訪問翻咧你由完全唔識內地生意，又冇乜接觸過嚇基本上咧都以前嘅環境咧即係舊公司咧都未必俾到你睇到原來做到國內生意嘅一件事啦。到過到嚟一個短時間咧做咗好唔錯嘅一張單。咁咧想咧即係希望透過今次咧就係同大家 share 下究竟係點做啦，個歷程係點啦，或者係中間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咁樣咯。係。好。咁嚟緊咧，喂，我哋有9條問題咧，都想你係逐一帶去答下嘅，係啦。咁啊第一條問題就係話咧可唔可以簡述一下啦？你呢一個客由最開初識佢到完成簽單嘅 timeline 大概幾長啦，或者係經歷過啲乜嘢咁樣咧？其實如果 timeline 嘅話咧，我由第一次識呢個客啦，其實係大概都係6月嘅事嚟嘅，係啦。咁我6月啦，其實就係經一個香港嘅朋友咁樣去介紹，咁就有一次就約咗係6月第一次見面喺即係可能內地食一餐飯啦。然後就開始去同佢去講一啲可能香港保險嘅嘢啊咁樣，咁就去促成咗呢一單生意咁樣咯，係啦。所以你話如果個 timeline 嘅話，基本上係由6月到今日，即係可能到8月尾左右，其實呢段時間去完成咗呢一單嘅生意咯。OK， 咁即係好短時間啫喎。差唔多係咯，2個月。因為以我所知啦，你以前喺舊公司其實係完全唔識點做內地生意㗎嘛。咁今次你接觸到個客，點解可以咁快就即刻就做到咧？我諗主要係幾個原因啦，係因為首先啦，其實團隊嘅配套好緊要啦。咁其實因為喺呢個團隊入邊啦，有好多人都係一啲內地背景嘅人啦，同埋好多都係經常做開內地生意嘅人嘅。所以即係我好多時同呢啲同事啊，或者係我自己嘅 direct leader 去溝通啦。咁變相就係我攞到好多 idea，同埋喺執行喺做嘅時候，變相係有呢啲配套去輔助嘅話，變相就容易啲可以做得到咁樣咯。你覺得即係不如咁樣問得仔細啲啊！我哋譬如你第一次識嗰個客嘅時候，究竟係咩場合，同埋你做咗啲乜嘢，跟住令到後面可以有得傾生意咧？個場合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其實個場合就係我哋喺一間餐廳，喺一間中菜廳。咁嗰陣時大家都未認識啦，我同呢一位客人。咁其實主要就係我嗰個朋友，佢呢一個嘅中介人角色，去引薦俾我同嗰個嘅客戶去認識嘅。係啊，咁喺中菜廳嗰度啦，其實咁因為第一次見面啊嘛，所以係好多時我哋都係可能閒話家常，然後就後期嘅話就我哋就開始引入去講保險咁樣咯。係啦，咁當然啦，呢個中介人嘅角色咧，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其實首先我都會俾呢個中介人去明白就係我自己都係做開一啲內地生意啦，或者係我個團隊都有相對即係可能係一啲 serve 內地客戶嘅一啲配套咁樣，俾佢明白到，咁令到佢喺可能協助去做引薦嘅角色嘅時候，其實都出咗好多功夫去促成到即係我同嗰個新嘅客戶去建立呢個關係嘅。OK， 咁建立咗關係之後，咁食完嗰餐飯啦，跟住點咧？咁第一次啦，咁好簡單，可能食飯，可能簡述一下香港保險嘅特質啦，同埋可能同內地保險嘅即係唔同之處啦。咁做一樣嘢就係可能加對方嘅微信啦，咁好簡單啦，即係望落好簡單，其實好多人都會忽略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喺可能加微信之前啊，可能我哋事先喺自己嘅 profile、朋友圈嘅 profile 其實都有相對整理好先嘅，係啦。咁然後咁中介人個角色去引薦完啦，咁然後我就透過即係個餐飯完咗之後啦，就透過微信去同呢個客戶去講下一啲可能香港保險嘅嘢啊，或者之後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打電話去 keep in touch 咁樣去繼續去即係為呢單生意去做 closing 咁樣咯。你見完呢個客之後幾耐去做個 follow up 㗎？我第一次喺中菜廳見完呢個客啦，咁基本上我第2日咧就已經係準備咗好多資料俾呢個客睇㗎啦。咁俾完個資料俾個客睇啦，我基本上係1個禮拜內，其實我都同呢個客戶都通咗1至2次電話嘅，係啦。
咁就喺第二次通完電話之後啦，咁我就即係好順利咁樣都約呢個客嚟香港去簽單咁樣咯。你覺得係個流程當中啦，或者係你點樣去傾，令到佢咁短時間就覺得我要買喎，要買呢啲嘢喎咁樣？咁首先啦，咁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啦，中菜廳咁其實我都有大致上去了解佢哋屋企嗰個背景嘅。咁因為佢本身自己一個生意人啦，咁佢有即係兩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其實都想去外國讀書嘅，係啦。加上最重要一點就係即係從佢口中得知，佢而家係冇任何嘅保障嘅，就算係內地嘅保險都買得唔多，買得好少。咁即係喺即係睇完佢而家嘅情況啦，咁其實我都係可能展現翻自己專業嘅一面，俾一啲可能一啲香港保險嘅 advice 俾佢，話俾佢聽哦。而家我哋嘅好多嘅內地嘅客戶啊，或者係香港客戶，其實做緊啲咩保障，佢哋配置緊啲乜嘢，咁同佢分享，咁令到佢明白哦，原來其實佢自己作為一個生意人嚟講，佢配置一個足夠嘅保障係非常之重要咁樣咯。好多人咧喺傾完咗內地客之後咧，好難去確定幾時落嚟買啊！呢方面你又點樣做咧？我覺得打鐵要趁熱嘅，因為好多時咧可能其他嘅 agent 啊，可能第一次同個客見完面，甚至可能俾完資料佢，好多時都冇去自己主動做 follow up，即係好多時send 完資料出去就話佢睇下先啦，考慮下先啦，可能隔咗1至2個禮拜都冇回應咁樣，就慢慢可能丟淡咗成件事。咁我覺得都係打鐵要趁熱啦。咁喺第一次見面然後再提供資料俾個客參考，然後再同個客傾電話，再傾 deep 啲關於佢哋一啲保單嘅內容等等。我覺得其實盡量都可能係1個禮拜內要完成呢幾個步驟咁樣咯。OK， 我知道咧，你簽單嗰日咧都做咗好多準備嘅流程，可唔可以分享下即係個流程係點樣啦？同埋最後個客嘅觀感又如何咧？流程嗰方面其實都相當之多啊，即係事前嘅準備啦，包括就係同個客可能約時間幾時嚟香港啦，咁當日佢係用乜嘢嘅交通嘅途徑嚟啦，因為我哋都會可能安排一啲專車嘅接送啊等等啦。咁另外個客都有其他嘅需求嘅，例如佢可能需要去香港嘅銀行開戶口。咁開戶口我哋都需要揾可能一啲銀行嘅可能客戶經理啊等等去協助佢做即係去開戶呢個工作啦。然後有其他可能個客人可能佢好少嚟香港嘅，可能佢喺香港可能想去一啲購物啊，或者可能佢想帶小朋友去玩啊等等，呢啲我哋都要事前去可能幫佢哋買定門票啊、book 定酒店啊、安排各種各樣嘅嘢，令到佢即係嗰1、2日嚟香港都會非常順利，同埋可以滿足到佢哋喺香港可以做到嘅嘢咁樣咯。咁嗰日你呢一個客，你嗰日又點樣接佢，同埋即係跟住個流程係點樣嘅？如果好 details 講個流程啦，咁可以咁樣嘅。咁由個客即係佢坐我哋安排嘅中港車啦，喺佢自己喺佢哋屋企嗰度接佢啦。咁就過關啦。咁我哋 agent 嘅角色咧，咁我就係喺尖沙咀喺銀行嗰度等佢嘅。因為我哋安排咗佢去銀行開戶先嘅。咁喺銀行門口嗰度等佢啦，去迎接佢啦。咁就同佢一齊去銀行陪佢做一啲開戶嘅手續等等啦。然後開完戶之後，就我哋都安排咗個專車，咁就車翻佢去尖沙咀認證中心嗰度去投保嘅。咁成個投保過程啦，因為客人嘅資料好多，同埋佢嗰日要買差唔多係7份嘅單，連埋小朋友，所以我哋都預先係攞咗客戶嘅資料，一早去入定機準備定晒。然後客人只需要喺現場簽名，再重新核對資料，咁基本上我哋1個鐘頭內就完成咗個投保過程啦。咁基本上完咗投保過程，我哋都係會安排一啲飯局咁樣去同客人交流啊，然後就答謝翻佢哋嘅支持咁樣，然後就再按照客人有咩娛樂，咁再同佢安排咁樣咯。OK， 咁最後個客人嘅覺得嘅感覺係點樣？其實個客人感覺係相當之好嘅，即係咁其實
喺 WeChat 同佢溝通翻啊，見到個客人咧都有影到當日喺認證中心啊，同埋有影到我哋送俾佢嘅小禮物，擺上朋友圈，同埋佢都好滿意我哋幫佢安排嘅行程。特別係喺餐廳嗰方面，其實佢都非常之滿意，因為佢覺得我哋幫佢安排嘅餐廳都好有特色。咁我想問下啦，你由未接觸呢個客，跟住到傾到呢個客，到完成晒成個流程，即係中間有好多樣嘢咧。有邊啲你係最深刻係你以前喺舊公司嗰度係完全唔知道唔識嘅？原來係咁㗎，跟住到時促成到張簽單。我諗都相當之多，因為喺我舊公司嘅團隊啦，基本上係冇同事係做過內地嘅生意，係可以話係真係好少好少，係啦。同埋好多就係做完之後都冇一件事，即係佢哋冇一啲後續嘅工作啊等等，所以喺嗰度基本上係乜都唔識嘅。但係過到嚟呢一邊就係見到係即係見到一啲可能內地嘅同事佢哋成個嘅流程啊，或者係我嘅 leader。佢教我嘅一啲方法，咁除咗方法就係可能原來一啲投保嘅過程嘅細節原來都非常之重要，原來 book 餐廳都係咁重要嘅一個嘅環節，係啦。咁其實每一個嘅流程都令到我大開眼界，亦都係我以前未接觸過嘅。OK，咁你又講下你簽咗成呢張單，即係嘅感覺如何啊？同埋你 next step 你會做啲咩？我諗簽咗成呢張單嘅感覺都相當之興奮嘅，因為其實呢個單嗰個嘅即係佢嘅業績啦，其實等於我舊公司差唔多2年嘅業績嚟嘅，係啦，所以都好 surprise 成件事，係啦。咁至於我下個 step 會做啲咩，咁其實我都會繼續做好我嘅售後服務嘅，因為其實喺做內地生意嚟講咧，其實做完一單內地生意攞 referral 嗰下係相當之重要，所以我下一個 step 我都會繼續去做嗰個售後服務，希望可以喺呢個客戶喺佢其他嘅 network 嗰度，我可以係即係可以去認識到佢其他嘅朋友啊，或者佢好似佢呢個咁有質素嘅客，或者質素嘅朋友，我都想再認識下咁樣咯。OK，咁嗱，我諗你喺5月尾6月嗰陣時決定轉跑道入嚟呢一度。我諗你嗰陣時應該仲未意識到你會簽到呢一張單㗎嘛？咁當然啦，應該未必有咁嘅諗法㗎嘛。未有咁快啊。咁到今天你即係簽咗呢張單啦，批埋啦，即係見到嗰個佣金嘅數字啦。咁如果俾你今日預翻5月，即係你未決定加盟嗰時嘅你自己，你會同佢講啲咩咧？如果係當時嘅話，我會講就係。因為其實呢個行業始終都係一個揾可能性嘅地方啦。咁既然喺舊嘅地方見唔到好大嘅可能性，見唔到自己又會有好大嘅突破嘅時候，咁如果因為其實人係求進步㗎嘛，如果想有更大嘅進步同埋突破嘅話，其實我覺得即係首先要敢去跳出本身嗰個舒適圈，同埋就係即係敢放膽去試咯。係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呢個行業就係揾可能性嘅地方。咁如果喺一個地方你局限咗自己嘅時候，咁如果你繼續喺舊嘅地方，可能你點樣努力啊，咁樣都未必有好大嘅突破。咁我覺得自己要鼓起勇氣，就係跳出嗰一步咯。好，唔該晒，拜拜。拜拜。